Shiseido 要賣2200幾蚊，而 Lancome 嗰部機都要賣成2500蚊，但係我哋同級水準呢，只要400蚊就買到啦。中國醫美市場以雙位數由2017年開始增長，預計2026年呢就會有4000億，微針喺2022年呢淨係佔2億啫，簡直就係一個大金礦。美妝巨頭集體瘋狂佈局，居家微針雖然收益冇咁好，但係呢佢勝在安全性同埋便利性，唔需要敷麻啦，洗完面之後就用得，令到醫美市場唔再係診所嘅專利。Shiseido Micro Click 嘅微針精華，咁佢就係0.02mm 嘅蓋章式，有18個針頭嘅，咁佢有1.4mm嘅精華啦，同埋有6個替換嘅一次性頭，香港都要賣成2200幾蚊。但係佢真係咁細，同埋每日淨係做50個 click， 實在只能夠用喺重點位，係有少少貴嘅。而 Lancome 嘅 Nano Booster 咧，就係 0.08mm 配400針嘅晶片，駐機咧都要賣成差唔多2500蚊。不過佢做嘅深度其實都唔係真係咁夠，只係喺表皮層嘅淺層嗰度。今次機我都要入局啦，推出 0.2mm 可溶性透明質酸嘅微針滾輪。我哋實地考察台灣精密醫療級嘅工廠，針體可以用喺表皮更深嘅位置，將活性帶到去一個更加嘅吸收，但唔需要怕金屬敏感，一樣係同巨頭們嘅思維，只係要洗完面再用就得噶啦。測試表面張你可以睇到水滴咧喺滾前同滾之後嘅吸收力係大大不同嘅。而我哋喺骨位頸位呢度做測試，咁佢滾完之後會有微微紅，但係15分鐘咧就會散晒。半面測試嚟講呢，做一次毛孔輪廓改善已經好有感覺啦。未來醫美風潮就喺你嘅梳妝台。